感谢伊真哦，咱搁再提醒观众朋友，5月底以前就爱报税，愈早报税就当愈早退税哦。咱搁来看主计总处让30档哦，搁再公布家庭财富的统计，合业加剩者是对16.8倍增加到66.9倍哦。主计长杜德明是表示讲，调查嘛发现讲，财产上少20%的家庭，因平均欠银行405万哦。有真侪人可能是股市博上过大，负债是真侪，所以嘛提醒讲一定要谨慎理财。继30年主计总处公布2021年家庭财富分配统计，前10%家庭资产净值平均每户5133万，甲上产车10%家庭资产77万，差距高达66.9倍，甲30年前公布的16.8倍比起来，贫富差距是真大。主计长朱泽明伫2日表示，为调查当中也发现财富上低10%家庭金融负债也真悬。有钱人怎么有钱？股票、基金、房地产。我要跟委员讲，这也是告诉我们那个最低的20%啊，您看到他的金融负债有405亿，有一部分的人太多去做财务杠杆操作，所以他的资产增加有限，负债增加很多。朱泽明表示，国外在进行家庭财富分配统计比较的时阵，媒体相关甲上低进行比较，亲像部分先进国家当中，德国上低10%家庭资产是负成长，美国上低10%家庭资产甚至少$1，甲上悬上低差100多万倍，所以将上悬甲上低比较无意义。另外，劳动部伫公布上新数据指出，去年毕业生初进政员平均起薪35000，年增2.9%，1000块，互民众真无感觉。你为着这期薪水是不是拢互通膨吃掉？新鲜人呐，他的薪资这个统计说有达到3万5，但是啊，他们是无感的哦。一般平均数都会比中位数高，所以用平均数的话，就会大概会有很多人说我比平均数低，所以在我们的统计上，我们都有所谓的中位数的统计。朱泽明表示，国内最近 CPI 有落册出现，相对其他国家是较好，只是最近国际油价为每桶80多块起到90块，后续爱特别注意油价所带来影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